tahimik Uyang ka para ka maalang isu Gari na lang isu itayo Tayo na tunini
Bila Aisya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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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turan Aturan Aturan起来啊！没看到，还是你们没有去过夜店？你比我还要单纯。可以戴墨镜。好，我戴墨镜。可以，没有看到。我的墨镜起雾了，我就看不到各位，突然觉得自己好寂寞。好，谢谢大家来《命第2张专辑演唱会，谢谢大家。等好久，有一首歌，我必须要唱，然后是一首传统歌，不过它给我的很大的启发，因为在学这首那段过程，然后人家告诉我很多。这首歌你们应该有听过。嘿呀哈。有听过吧？有。我们阿公唱的在奥运的时候很有名哦，有听过？有。不过每个老人家会因为他的心情唱法会不太一样，所以那时候学的时候其实还蛮痛苦，老人家教的每一个版本都不一样。后来才知道这个是我爱要回腰没有意思的，它是因着人的心情不断的在改变。然后我一直很希望这样的歌会被大家喜欢，但我知道我自己在带部落的地里面的人，他们会觉得很困难。我就找了一个很年轻人的方式，我试试看，如果用这样的吟唱结合 DJ， 我觉得应该会吸引到一些年轻人吧，不知道，然后一点点 hip hop 的感觉，很突兀吗？那我要唱了，你们先喝一点点酒，这样听起来会比较好听一点。那我们带来这个一点点 hip hop， 我讲英文的 hip 嘛 ，hip hop 对吗？哦，对 hip hop 呢。好，特别。
哎，那要听到感觉啊，好不好？先拍个，然后一下嘛。啊，我准备跳舞了，好喘哦。不好意思哦，这边才是 VIP。你好。打光那种。不好意思，离你好近啊。没关系，你可以摸我，没关系。看你的手，大概觉得大腿内是很敏感的。我是的，你真的不是的。好喘的，让我复习一下。我想要唱一首歌，是我很早之前创作的，也是我早期第一次结合中文又结合母语的一个作品。其实，在那个时候，其实
对那个时候的不管是长辈们还是年轻人来讲，是一个大家都觉得我很奇怪啦。不过我很感谢我的那时候的团员很支持我。今天都跟乐团员来现场。好，不用找他们，我才是主角。不过还是很想要唱这首歌，好久没唱。他是很久没这样介绍啊，他是结合了中文，还有阿美族语，然后用巴萨诺瓦的节奏，然后带一点点绕舌。好，大家这首来自图腾乐团的《邦内19》。出来找工作，个大女孩想找个工作，好的工作，好好的做，不会懒惰，过着每一天的生活。可是，在现实生活中，充满着许多的阻碍，像是迷惑的冷漠的、争吵的、猜疑的、荒谬的，直到清晨才会停下来，阳光在照了进来。一种释怀，满心期待。我肩膀的阿哥有因为那的那我在牙膏里拉着爱把你路过一层你拉不那个因阿哥不嘎不忙因当时就是不在意了，想自己的理想，期待从我出来找工作。个大女孩想找个工作，好好的做，不会懒惰，不会懒惰。的生活，可是在新的生活中，充满着许多的阻碍，像是迷惑的、冷漠的、争吵的、在意的、荒谬的，直到清晨才会停下来，阳光在。你照了进来，一种释怀，满心期待。我肩膀的阿哥有因为那的那阿妈在牙膏里拉着爱那个一路哭，沿着你那大的你少来，不那个因阿哥不那不忙你。好久没唱了，我忘记了唱了。不会懒惰，不会懒惰，不会懒惰。也好了，不要懒惰啊！来加油，在台北工作很辛苦哦。其实开始唱母语之后啊，就开始有比较多的机会，可以到很多地方表演，也到国外。第一次去的国家就是日本。这边有日本的朋友吗？有。こんばんは。私はスヌーです。僕は台湾原住民の浜族。You know？ 他想讲我爸爸不太会讲。去日本表演，跟去来台北第一次来台北表演感觉好不一样。然后
来到台北，至少我还会讲中文。但是到日本我不会讲日文，然后要唱歌给听不懂阿美族语的日本朋友。我突然想起来，以前的老人家离开家乡，来到台北，不会讲中文的那个时候，到底是怎么样的情况？很多人把他们当作外国人，那可是阿公都说我来台湾60几年了，会讲一点点中文。这个心情我就跟一个日本作家青木友香分享，然后在连续去了日本3年的表演之后，于是写下了这样的心情，跟青木友香敖基港喜合说的这首歌 solo， 献给每一个在外地工作读书的你们，加油！干巴爹！先の空景色は緑の道、その始まりはただ白く過ぎる角度の思いの緑の道、流れるように遠くへ来た。来た頃のあの頃の自分を思い出している、自然な気持ち、何も持たずそろそろと迷いもなく守りもなく、あるだけの自分、離れた高い空、託した夢、ここで始まるそっと強く過ぎる角度の想いの緑の道、流れるように遠くへ来た。風の行くで溶ける雲、離れた人、今を感じてずっと刻む、過ぎる角度の想いの緑の道、流れるようにどこまで来た、流れる
不要走开哦，啊，哥哥先跟你们说拜拜哦，马上回来啊，不要担心哦。